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3名军政局退役的小将上校涉嫌泄露机密，和中国的政治人员，其中张超然收押2位是15万交保。国泰航空集团今日宣布讲要裁员5900名员工，台湾分公司有400人目前无要裁员，若准想要走，是有带条件会特别照顾。印尼政府宣布，明年移工出国费用要由头家负担。台湾劳工团体也呼吁政府要出面去请人减少劳工受人剥削。讲到普悠玛事故，在今仔日已经满2年啊。温南辉在今仔日去到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会中表示讲，经过普悠玛事件的代替，伫咧今年5月又搁发生汉挂挂的铁路断轨事件，认为代替根本就无照实讲这个铁轨路长44公分，敢若讲3-4公分而已，搁互火车驶经过。代替也回应讲，会随成立专案小组，2礼拜以内就完成检讨报告，也会处罚相关人员。全部的人徛起来为改版2年的普悠玛事故来默哀。文南会再去到立法院报告最关重大的运输事故，其中真受关心注意的是今年5月19日，代替3D18处北上区间车经过成功站出现弄到无正常的声音，巡查了后才发现铁轨路断去，代替回波断了3-4公分。文南会到现场调查，发现断44公分。在弯道的地方，成功站，轨道呢，台铁有来通报。有相当严重的轨道的一个破损，而我们人员虽然是在晚上，也及时启动到现场。文南会讲，长期的铁轨路通报甲事实差伤多，互人惊一个。离区间车经过了后，后续要技工号甲普悠玛自强号开过，却是无第一时间来防守检修，真危险。传出交通部长林佳龙知影了后，真生气，要求代替提悬检讨残疾，也表示普悠玛事故人命袂用白白牺牲。文南会也对成功铁轨路断去的事故进行完整调查，有加载个会对外发布。如果是司机员发现的话，会先通报车站嘛。然后车站的话，就是由值班副站长，就是会再通报调度所这样，然后到班会派人就是去现场查看。那如果有需要那个封锁或者是断电的话，会再跟调度员通报。那关于很多这种细节 SOP， 就是没有严格要求要执行，这也是台铁的一个问题，就是明明知道要做这些动作，可是却无法真的去贯彻去执行。代替产业工会批评，代替应该建立标准流程，却是无建立。普悠玛事故了后，虽然成立营运安全处，讲要提升安全残疾，但过组织文化却是无改变。大小事故不断，对着铁轨路长期通报不实，代替到结果进程拢无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军政局退役的小将岳志忠上校张超然就天竺，起用指控泄露机密和中国的政治人员。经过透明的调查，在今仔日张超然去互法院裁定收押禁见，另外2位是15万交保。你有去中国吗？有去。有受邀吗？借过一下，借过一下。谁邀请你去的？我是台湾第一个特务去大陆。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周边在东方，64天安门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大陆。在法警的传领之下，军政局退伍的上校张超然透早去台北地检署复讯，针对涉嫌假入去强调案。张超然强调讲，伊家己是清白的，并无去互吸收。而去中国是因为互国家派去做特务，所以才会互检调约谈。还有军政局退伍的少将岳志忠，甲退伍的上校周天竺。不过面对记者的问，伊是一句话都无讲。有什么要说明一下？这个绝对无限啊！有说中国政府多少钱？检调查出张超然甲周天竺涉嫌为2013年开始，几啊届往回中国，而且由民间的人士来直接熟悉中国的政治人员，甚至交文件给对方。2016年邀请岳志忠做伙去，而且安排伊甲中国的政治人员见面，后来伊阁捌单独去赴约，所以检调接到通报了后，认为3个人涉及不法，20展开搜查甲约谈，要调查相关的案情。不过，前军政局的少将陈好文是替因感觉真委屈。这种事情发生，我们是感慨万分。假如这样任意的、随便的就跟我们网络罪名，你不是逼他走这种绝路吗？这有什么好？在我们内心实在是非常难过。
陈福文表示，甲高志忠已经熟悉真侪年啊，讲伊捌伫咧军政局第2处负责收集中国情报的工课，后来改派第5处，长期派驻香港，负责港澳相关的资讯。强调讲，伊无可能是强谍，因为周超然甲周天柱拢是特警室出身的，每手特警室裁并军政局了后，才调去军政局做工课。因为即届3个退伍的将领、军官加入去强谍案。侦讯了后，张超然去互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因为高志忠甲周天柱拢是以15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提升后备战力的改革方案也已经出来了，内面写着针对退伍了后的教育调职，对本地2年一改，一改就是5天至7天，改做是一改就是14天，8年内面上侪调转来4摆。不过，有专家表示讲，也是爱先改善本地着训练不足的问题。国军后备教调经接重大变革，国防部提升后备战略专案报告指出，后备教调会为原本的2年训练一改5天至7天，即嘛要纠正到一改训练14天，一个人8年内上侪调训4改。后备部队的总兵力按算为原本的21万多人，增加到26万8千多人，甲目前的双备部队21万5千人，做伙保卫国家，按算2022年的实施。那有些评论也会比较严苛，说，这个4个月的军事训练不算是兵。那他们已经退役之后，你又把他叫招回来，说真的啊，你把这些兵塞到哪去？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这是以前过往动员后备制度一个缺陷，就是说领导干部的权威不足哦。为了鼓励后备军人的士气，报告讲到薪水会当检讨增加1.5倍，嘛增加日常买物件、甲旅游带小等等的福利。也若后备部队的整建，分做海保海环的守备、城镇守备，甲重要目标防护等等。针对4个月军事训练役，外界讨论讲，敢是要延长役期？国防部认为讲，抑阁爱研究。目前是向增加训练的强度，可比是弹射击88粒枪支，增加到262粒；行军训练增加到20公里，阁包括城镇战斗训练。不过安尼做军事训练役，敢是会当真做合格的战力？专家也是有疑问。让他们在服役这4个月阶段一定要历练野外然后跟下部队，不然的话，其实这个部队其实在退伍之后，说真的基本上是跟没有师训一样。真正专长去做针对性的训练，而不是把人拉过去做一个统一训的训练，应该是一个做特定目标的针对训练。专家建议，教调的对象是优先以达退伍的兵力为主，会当加速恢复基本战机的时间。也若后备部队选的人员，因过清在出现全长无效的情形，针对这点，国防部强调讲，会按双备部队的标准统一检讨来修订。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在今日国内增加一个对印尼来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个印尼的查甫学生。另外，咱台湾有3个人去到日本也互检出阳性啊。也有团体也建议政府讲，爱甲新南向国家合作，推动疫情期间的旅游。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认为，入境台湾国免检疫风险伤过大，上好的方式就是有旅游的防疫计划。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又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病例，案例544是10外岁印尼籍男性，10月初5甲5名印尼籍同学斗阵来台湾读册，伫厝检疫期间拢恢复无症状，验过其实个案不出现嗽、脑痛，后来症状有较好。10月20检疫期满，由学校安排自费采检才确诊。5名一同入境的印尼籍学生，因其中2人与个案自愿采检均在同寝室等待检验的结果，这2名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另外，佫传出对台湾输出确诊个案，咱国最近接到日本通知，有3例台湾出境到日本确诊个案，案例也是无足回查甫婴仔。10月12日，随爸母到日本，因为采检抗原阳性，收治住院。爸母到即阵无症状，而且检验是阴性。案例2是30外岁女性，10月14日出境到日本，也是抗原阳性，不过后来核酸检测是阴性。案例3是1岁查甫囡仔，9月底伫台湾期间捌出现发烧甲呼吸道症状，去医生看，后来症状较好。10月14日随着爸母到日本检测抗原阳性，伊的爸母是无症状，而且检验是阴性。对此，指挥中心认为，日本所使用的抗原检测器质准确率只有73%，假阳性的机会悬。这个世纪检测阳性30个个案里面，只有22个个案是 PCR 检测也是阳性，检测阳性是真阳性的几率只有大概73%左右。
因为国内疫情稳定，有3大工商团体建议政府推动新南向国家的商业泡泡，慢慢恢复经济交流，免除入台了后14天自主检疫。不过，陈市长认为有一段冒险。这种没有特定的一个相对应的对象，往来的对象，那无条件的就这样的一个 PCR 检验阴性跟自主健康管理，那进来就整个把它放松，那我们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但市长强调，新南向政策是政府推动计划重点。不过，若是要求伫国外自主健康管理，核酸检测阴性就免除自主检疫，安尼放松风险伤悬。不过，若是有好的防疫计划就可行，会向这方面来建议。记者施宏报道。那到年底，民众上界关心的就是年尾的新年暗会咯。不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若准台北市一礼拜以来出现15个确诊病例，就可能改做是线顶转播。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讲，袂当干那看一个所在。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讲，所有安排拢爱遵照疫情指挥中心配合。3、2、1。跨年大家拢咧看的时阵，就是102放烟火，佮加上台北市政府跨年暗会，1万人做伙迎接新的一年。但是今年拄着新冠疫情，台北市长郭文哲嘛评估，可能疫情会佮升悬，安尼暗会要安怎？从这个南韩、日本跟新加坡的案例呢，说台北市突然出现一个礼拜15个确诊案例，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如果已经到了1周有超过15例的案例的话，确诊个案的话，我们就会在这个跨年晚会上，你线上或转播，这会以当时发生的状况而定。如果舞台已经进场搭设了，我们就改在线上；如果发生的时间点，舞台还没搭设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直接取消。台北市府初步规划会以台北市感受出现15例以上的确诊案例做标准。今年为11月底开始，台北市政府有一连串的庆祝活动，未来由中正到松山等6个行政区，佮加上31个跨年暗会，7场活动会以疫情的变化随时做调整。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袂当以高一个县市来做评判。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方向会跟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跟我们地方的整个疫情来做相结合，我们绝对不以单一个数据作为办不办的依据。我都会要求说，这相关的这个措施要跟中央大家能够协调，不要每一个城市的做法都不太一致，那这个也必须有一个科学性的一个基础，要多少人以上、多少人以下做一些管制。跨年活动敢会考虑用网络转播？高雄市长陈其迈透露讲，会有无同款的营运方案，同时嘛爱看国内外疫情发展，配合指挥中心来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各有航空公司要裁员咯。国泰航空集团伫今仔宣布讲，要实行企业订租计划，唔那港龙航空要停止营运，也要裁员5900名员工。也那伫台湾的分公司有400多人，台湾分公司已经甲工会达成协议，目前是无要裁员。若真有人想要走，你这个条件也会特别照顾。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泰航空拜3日1宣布重整计划，下底的港龙航空为即时开始停止营运。国泰航空集团会减少8500个职务，扣除冻结聘用，甲申请退休离职了后的人数，实际减少的员工差不多是5900个，占集团的17%，其中包括5300个驻香港的员工，另外600个非驻香港的员工会以因店的国家相关的法律甲规定来处理。人数缩减了后，国泰集团预估，一个月差不多会当减少5亿港票的支出。The pandemic has caused devastating impact on the business and on the industry. The reality is that we simply cannot survive without transforming our airlines. This is why we have decided to cease Cathay Dragon operations and announce the redundancies. 国泰航空今年6月初9的时阵，捌向停牌，引起大家讨论。迄天香港政府宣布入股而且纾困，结果也是无法度挡到年底。国泰声明表示，2020年未发年终的奖金。2021年会继续实施目前管理阶层减薪水的政策，嘛会向员工推出第3批自愿特休假的计划。一若裁员的消息传出来了后，国泰航空伫台湾的分公司早起11点甲工会协商，初步达成协议。目前被甲伫台湾差不多450个国泰员工裁员，嘛开放员工申请优惠退休甲离职。跟台北分公司这边的对口单位谈了，他提了一个优退的方案。那符合优退的去申请优退这个方案，
不符合的，它也有一个优惠的离职方案。已经请公司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请他能够在下个礼拜27号之前能够做一个说明。那主要的目的是说，让公司了解台湾的法令规定对于劳工的权益保障，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国泰航空集团伫顶一日公布的9月份载客率，国泰甲港量加起来，比去年同期衰退98%，按算2021年顶半年载客量会比2019年衰退25%，规年衰退50%。目前国际疫情了小袂退，国泰航空讲处境是真困难，因若重新整顿了后，希望会当尽力来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老字号老招牌大同公司的市场派，在今仔日召开临时股东会，要改选9席的董事。这回股东的出席率有92%，改选了后，9位董事当中，市场派就占7位。现任董事长也就是公司派林过文炎，也发声明批评改选的结果，也批评有中国资金再来争议。依法律前对决之下，大同的股东临时会21召开，由市场派三元建设董事长王光祥等人对上以现任董事林过文炎为首的公司派，争夺9席董事。暗过投票过程中，不时出现小股东不满改选、叫卖情形。结果，市场派摕7席，除了王光祥以外，还有东森电视董事长林文恩、新鸿董事长林信宏等5席董事，还有2席独党。公司派只有林过文炎当选董事，还有1席独党，总共2席。因为出席率有90%，超过法定5成以上，百年企业确定变天。这个法律战真的把我们也搞得相当的辛苦。这个辛苦不是只考虑到自己，还得考虑到所有股东，努力为我们这个100年的企业来做出更光荣的一个时刻。我们要擦亮大同的招牌。对结果，现任董事林过文炎先是发出签字文批评改选结果，在六组这争议之下，也质疑市场派是为土地来抢经营权，后来佫发文强调不论大同发展如何，依然甲经营团队尽全力守护大同的百年基业。你要做营建，这个不是不能做，只是说应该是先把本业调好之后呢，再来做，或者说你另外成立把这个资产部门分割出去都可以。当务之急是先要帮大同止血，而且帮他的本业能够稳住，这才是最重要的。新董事强调，上紧伫2月选出董事长向经济部登记，完备改选结果。因为新董事当中有真侪有营建业的背景，是不是引起未来大量开发大同自产的质疑？虽然新董事拢好认，财经专家是建议新团队应该找真正了解、有能力改变大同本业现好的人来协助经营，稳住本业，将让大同这个看板再现光彩。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南铁路搬线去互拆除的黄架，厝住黄村乡正是住伫天桥骹，要甲铁路局长期抗争。交通部处长王国才在今下晡也来了解伊的需求。黄村乡表示希望甲这个楼梯卖刷走，地下水道的路线也爱刷对别位去。王国才也表示讲会甲早登去研究，甲大家来讨论。今日黄村乡被拆除，佮行到后边已经拆掉部分勘差。交通部处长王国才到南铁地下化工厂现场，要甲南铁最后逼签予黄村乡甲铁路局斗阵会勘，看黄村乡甲相关团体所求的楼梯保留是唔是使。有时间前面可以做那个水电上会不会利用这个楼梯人个走，人个行，要不然我上面也不能做，下面也不能做，因为整个我要做的时候一定要利用这个楼梯嘛，啊，这个楼梯老的是不是爱卖个一群化铁甲空落咯。十大相关的学生团体去交通部进前发生闹会冲突，交通部出面保证暂时停工，一直要支持楼梯土地鉴界结果出来。王国才伫个当场，佮保证会妥善规划，佮同意逐工下晡1点到5点，互黄村乡经济无拆封起来厝提生活用品。交通部会站在黄女士的立场，在他的办拆迁的部分要怎么样做一个最好的这个重新规划哈，这交通部会主动来做这件事情，然后相关的方案也请这个黄女士这边来确定。
王国才认为，等地下化完工，黄家门面改伫南thị力龙道，也就是楼梯这边有真大店面价值。不过学生团体认为，安尼就违背保留楼梯的诉求，双方依然无共识。恐怕阿等交通部建议出方案了后，将继续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人讲明虎难得高群，这项情形也出现伫婚礼的那内。第二一早起有超过30只高山撞入去延明国中的校园内面，甚至阁要抢学生囡仔的早顿，阁攻击警卫，证人是惊甲离离。有专家表示讲，高山的规定内主要原因可能是要找食的。一个查甫学生抢挂早顿，有狗走去要甲抢，还佫有查某学生伫咧学校内底行，去互一阵狗围咧，伊是行到一直倒退。小孩攻击就这样，很近呢。这个时阵，学校的警卫举炮啊要甲因赶，等到去互10几只狗攻击，这狗甚至还佫大力拍门，想要走入去警卫室内底。有看到的学生拢感觉真惊吓。是来袭击警卫室，我在校门口。校门口，你有没有吓到？有。云林拿来延明国中，我中过妹步道，学校内底有狗走入来已经年外，演过是一半摆啊尔。最近可能伫咧整修步道，这狗是规定做伙落山，而且还佫有攻击性。以前的猴群会怕人，但是今天的猴群反而变成好像我变人类侵占它的地盘一样，所以它的防御性跟攻击性更大。拿来乡公所为22开始，请专业的人员来赶狗，用炮的火镜才会伫咧学校内底的狗甲赶出去。不过目前经费敢会当做到10月底。荒地高山的专家讲，会侵入人类的环境的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找食较利便，甲因的族群扩大无一定的关系。建议会当用电网啊，还佫较有效。孤猴有得到的好处，尤其是公猴体型又比较大，它慢慢就会吸引更多的公猴加入，然后去产生这种抢食啊，或者是侵入民宅的事情产生。然后虽然讲他们对猴子不会伤害，但是呢，猴子会紧张。学者指出，公元2000年调查的资料，全台湾高山仔的数量差不多是25万只，目前推估已经有到35万只。虽然目前已经解禁，若有安全疑虑的时阵会当甲抬，不过为着避免人甲狗起冲突，也是要尽量避免因对人类者摕到食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伫进前宣布讲，桃竹苗1.9万公顷的农地全部停止压水，也提出补偿措施。不过，有农民表示讲，这寡钱拢走对地主去，根本是看有食无。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挂保证，讲会互真真正正有伫咧种植的农民摕到补偿金。农田水利署、县地管理处拢是本来申请水流停止饮水补助的农民，今年因为欠水，农委会先宣布新竹桃园苗栗19000公顷的农地全面停止饮水，水流每公顷补偿14万，其他措备会在20公布补偿标准。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甲农民大建业者座谈时，农民讲，烦恼补偿金最后只是入去地主户头，对实际耕作农民来讲，根本是看会到、食袂到。地主你一定要给他，因为你今天你不给他的话，他明年田就不给你做了，这一定的。田地主是决定要不要给你做田，不是说你是代耕，你就算代耕，他可以明年换人做。如果被农委会查出来，那不是实际耕作者，第一个我们会把补偿金额直接来追回；第二个，因为切结是有相关的法律效果。对着农民的怀疑甲烦恼，陈吉仲保证会有所有实际耕作农民拢摕到补偿金，也强调申请采实名制。另外，有气候变迁影响，高温可化情形无改善，陈吉仲也讲会在11月对外说明因应做法。有考虑明年的水稻保险的部分呢，来实施强制性，但这个部分我们目前正在跟相关的农民还有团体沟通。陈吉仲更加指出，考虑在明年推动水稻经济保险，来确保农民在面对未来定定这种可化情形有稳定的收入，而费用由农委会甲实际耕作者共同分担。不过，拢也无定案，依然在参详计划阶段。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印尼政府宣布讲，对明年开始，移工若要来到台湾食头路的种种费用，就要请人的单位就要家己去收。台湾这边就团体讲要抵制印尼移工，不过台湾的国际劳工协会认为讲，安尼做只是互相残杀而已，也呼吁政府就要由国家出面去请移工的制度，移工才袂受到中人的迫害。禁止印尼看护工来台。禁止印尼看护工来台。
看护头家新疆人士，当地印尼经贸代表处外口情绪激动，无想伫印尼看护头前，公布抵制，要求印尼人退出台湾。他不够专业，现在他们的政府竟然要求我们还要付他这样的钱，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让印尼知道，你们不够专业，而且你们的品质很差，我们忍受你们也够了。我们希望我们政府能够多开发其他的国家。印尼政府进前宣布，伫明年开始，输出移工的护照签证来回机票、训练会者的出国钱，拢由请人来付，总共是8到10万块。雇主要求劳动部想办法引进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看护。劳动部长柯明春表示，已经直接透过外交管道向印方表达台湾头家反对立场。那有新的具体的结果会随时跟各位报告。东南亚移工来台湾，普遍有高价的中介费，常常伫无高少钱来台湾前1-2年，换来工作，换来经济。台湾国际劳工协会表示，未少伫台湾印尼移工对某国的新政策感觉欢喜，毋过头家行上街路抗议，互感觉真艰苦。看到他们的这种诉求，然后知道他们有这样子的情绪，老实说，我心里是很难过的。他们表达愤怒的这么强的背后，一定是很多的需求没有被照顾到。协会认为，移工输出国家甲输入国家的政府拢无该放进足足相战的局面，呼吁双方政府赶紧展开直评制度，由国家负起责任提供服务，设立管道引进移工，才有机会让移工脱离中介剥削。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的晚晴妇女协会起哄亚讲，因要求社工爱甲薪水关倒转来，这10年来尚无有上百万，甚至佫发生对社工算总校逼因离开，佫爱签自愿离职的甘愿纸。社工工会认为讲，安尼行为实在是伤过恶极。为什么有个机构可以如此利用社工？这个社工伫镜头前是靠甲目屎流、目屎滴。高雄市晚晴妇女协会7月底向举报，最近10年来要求超过20个社工爱甲部分的薪水关倒转去协会，而且用途不明。自一早起，高雄市社工工会甲市议员黄哲，佫一概出面控诉讲，有人挑工去互洗头路，而且爱因签自愿离职书，互这个社工差一点仔想袂开。我真的不是认你要资遣我，你就照法定的程序走就好了。但是为什么他会做成这个样子？晚晴理事长沈玉玲出面强调讲，家己2年前挂名理事长，不过并无参与协会会务，针对关薪水甲社工去互洗头路，并无了解。因那总干事李成文讲，自愿离职书是一张误会。它的内容上有造成我们一些困扰，那很有可能会对这个，因为它是属于政府委办案的人力，那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违约。本来就是要资遣，对，就是用资遣的方式。晚晴强调讲，社工管的薪水拢做会务的用途，而且因印入来时阵，嘛有得到社工口头的同意。不过社工工会质疑讲，晚晴管薪水的方式是要闪开社会局的稽查，和社会局无法度查。因那目前的法令对这种行为的处罚嘛无当，才会致使这种代志一再来发生。依他的捐款的次数，还有他的人数来计点，好，但是因为他是用总捐款的方式，所以我们核算起来，我们的一个总罚违约金的一个金额是3500元。高雄市社会局表示，晚晴的合作案会伫年底到期，后手公开招标的时阵，会针对有类似记录的社福团体严格审查控管，嘛会检讨契约甲相关法则的规范。因那劳工局表示，17到20已经甲社会局2届去做劳检，甲争议查核清楚，而且要求晚晴爱伫社工日时进前完成服务个案交接了后，依法发予因相关的费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关心美国的选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后生 Hunt 去互指控讲有甲乌克兰石油公司以及对中国进行秘密交易。这条新闻说，互 Twitter、Facebook 一寡网站禁止，想袂到这风波是愈假愈大。美国总统 Trump 伫造势活动当中，也一再批评拜登伊的家族拢是犯罪集团。Read his laptop, and you know who's a criminal? You're a criminal for not reporting it. You are a criminal for not reporting it.
川普常常甲主流媒体互呛，即马当记者面批评大部分的主流媒体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后生亨特拜登，牵涉甲外国企业交结，煞拢无要讲。面对共和党阵营连日的批评，推特甲并且两间公司以消息来源无经过证实为理由，认为家己善尽守门人的角色。不过川普指出，对比当初所谓同俄门，主流媒体一直报道，最后查无实证。即马面对拜登家族是处处维护，明显是无公平。People should pay for the crimes they committed. Which turned out to be a total illegal hoax that false and libelous stories every day. False and libelous stories, and they knew they were false too. They knew they were false. They were never taken down by Twitter or Facebook or the mainstream media, never once. Yet with Biden today, they take negative posts down almost before they even go up. 这件疑云的关键就是亨特拜登送收的私人电脑内底有甲乌克兰等外国企业往来电子邮件，甚至也有色情图片。社群网站业者、主流媒体甲民主党阵营拢认为，这真可能是俄罗斯骇客非法摕到的内容。This is the same garbage Rudy Giuliani, Trump's henchman. It's the last-ditch effort in this desperate campaign to smear me and my family. 不过，进前出现亨特拜登几个月进前去修理电脑时阵，有点加存档的收集联。这边下卡被认为就是亨特拜登的亲笔签名，显示电脑确实是伊私人的，当中留存的内容也称作关键的物证。记者综合报道。进前香港人担当家台死女朋友潘晓颖，潘晓颖的母亲搁再出面交真正的批信，予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要求香港政府着要赶紧予担当家去到台湾投案。不过李家超却是把问题提予台湾，讲是台湾政府伫咧阻碍拒绝担当家入境。涉嫌伫台湾杀害女朋友潘晓颖的香港男子陈同佳来台湾投案这件代志，即阵拢无进展。潘晓颖的老母离走到香港政府总部，3000万批要求陈同佳在23进前到台湾，若无袂为求情。潘晓颖的老母读予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公开批时真伤心，反问李家超，若是恁后生，你心肝会更加痛？血漿同埋白骨嘅你，如果係你嘅仔嘅話，你。呢位陳烈曾經被你個兒子提名，而且又奪得最好爸爸獎嘅父親，一定會比我更加心酸。潘曉穎的老母對李家超進前無回答伊所提出的問題，感覺真失望，無希望家己查某囝案件正式完案，愛港府盡緊把證據甲口徑交予台灣。李家超原本參加會議進前要回應媒體提問，卻是遭到民主派議員大話釋放12名香港人，並且罵伊真袂見效。李家超可恥，翻返去政府總部見。混亂中，李家超登來政府總部召開記者會，對潘曉穎的老母要求莫用官方回應。李家超閣再把問題撒予台灣，強調香港警方無限制陳同佳出外，是台灣政府拒絕陳同佳來台灣，批評台灣是咧製造障礙、無理取鬧。所以我希望台灣當局可以改變佢呢個你急我唔急嘅態度。多方面嘅設限前提係無理取鬧，係有政治考慮。陳同佳來台灣，引發台灣香港吹爛戰，是毋是23進前會用來協助陳同佳的牧師關和平表示，相信一切用做代志攏已經做啊，即陣只有等通知。立法委會是閣再講，港府應該先回應兩方的司法合作，完成法律程序，談好相關的事宜，照陳同佳來台灣的入境問題。記者綜合報道。講到武漢肺炎的疫情是吞噬全世界，真靠觀光產業的泰國，經過7個月，伫咧20個再開放予觀光客入境觀光啊。另外，伫咧埃及實行新的觀光措施，是利用環保的電動巴士載觀光客世界遊覽。機場遊客一個接一個準備接受防疫消毒。新冠病毒疫情打擊到各國嘅經濟，為了迎接旅遊大月，泰國第20總算放寬入境限制，予將近7個月來嘅頭一波遊客39名中國遊客入境。กักตัว7 วันในห้องพักและอีก7 วันในบริเวณโรงแรมซึ่งถ้าเป็นลักษณะอย่างนั้นก็คงจะ move
จากกรุงเทพไปสู่ปลายทางที่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ต้องการ 經濟外擴觀光產業嘅泰國，2019年入境嘅遊客有將近4000萬人，創造將近2條泰國錢，差不多是1條9000億台票嘅觀光財。險不疫情，和今年嘅觀光收入存無到2成。即屆開放入境，遊客愛申請99個特別簽證，而且喺14天嘅隔離期間，通過3屆檢疫才會當時過走。只是今麥以泰國首都曼谷為主嘅反政府抗議活動嘅規模一直在擴大，嘛互相關單位煩惱會影響遊客入境意向。7月就開放國際遊客入境嘅埃及，目前觀光人潮大力穩定增加。為了做觀光，當局各地嘅紫砂高原開放用環保電動巴士遊覽金字塔嘅新措施。هيجي 30 أتوبيس، هيجي سيارات VIP كهربائية، كله صديق للبيئة. مش عايزين أي اهتزازات ضخمة، مش عايزين أي تلوث. الوضع الحالي الأتوبيس بيركن على بعد 10 متر من الهرم. كل ده خلاص انتهى. كل منطقة الهرم احنا بنحافظ على الآثار بتاعتنا. 另外，埃及政府嘛伫金字塔的附近開了一間環保餐廳，讓遊客當地休困用餐的時陣，為開放的餐廳看金字塔。記者陳世彤整理報道。講到全世界武漢肺炎的確診人數已經超過4000萬人，有113萬人死亡。在英國為着要趕緊將疫苗催生出來，按算在明年要進行一項計劃，就是故意把健康的人感染到武漢肺炎來催生疫苗。這項計劃也和 WHO 認定講，這是有爭議的做法，就要嚴格審查。為加速新冠病毒疫苗問世，英國政府甲倫敦帝國學院等政策單位合作，投資將近12.4億新台票，準備推動一項應對挑戰的計劃，會招募90個18到30歲健康的人，主要咧試驗階段的新冠疫苗，佮或者志願者透過片仔接觸數量受過控制的新冠病毒，希望加速疫苗研發速度。不過世衛組織強調，雖然用這個方式唔是研發疫苗的第一例，不過志願者愛被充分告知實驗風險，而且過程愛接受醫學倫理委員會嚴格監督。So you must ensure that everybody involved understands exactly what is at stake, must be selected to minimize the risk to the volunteer, and you must ensure that informed consent is rigorous, that they really do understand all the risks. 研究人員會透過這個試驗，了解偌濟數量的病毒對應造成感染，甲疫苗是不是能讓受試者免受到病毒感染。這計劃甲一般疫苗試驗無共，是在免等待受試者自然接觸病毒，是用較緊的方式測試疫苗是不是有效。若審核通過，上緊至控制1年1月展開計劃，5月到結果。另外，包含英國在內，歐洲正面臨第二波疫情衝擊，結果差不多每天攏超過6000例確診。南部巴伐利亞邦、靠近奧地利的偏遠地區，貝希斯特加登當地確診數也升懸，正式進入14天封鎖階段，學校、餐廳攏要關門。另外，西班牙加泰隆尼亞主地區的段醫生20在首府巴塞隆納的聖若梅廣場燙白袍，對因長時間工作無法度休困、薪水不低，也有欠缺防護裝備的工作環境，表達抗議。天主教教宗方濟各20禮拜掛翠庵出席彌撒，加各宗教的祈福典禮。83歲教宗在20多歲時陣，因為破病已經掛部分的戲，是新冠病毒的高風險族群。不過，教宗本人加真濟教徒真濟擺在公開場合，攏無掛翠庵，引起不少批評。佮加上進前負責梵蒂岡修會的11名隨時圍隊確診，為避免被感染，今麥教宗總算是掛翠庵咯。記者綜合報道。中國軍機在今仔日又佫飛來到咱的空隙3擺，也隨互咱的空軍驅離。在進前，國軍甲獵鷹航空包機要飛到東沙島的時陣，煞去互香港拒絕，講是袂使進入飛航情報區。副參謀總長李定勝20就特別坐了運輸機去到東沙島，甲官兵慰勞。講是要宣示主權，還佫有一屆包機行動，就學者認為講兩岸局勢敢會變緊張，這座軍用包機是絕對關鍵。中共解放軍為22早起8點到11點派軍機3擺侵入台灣西南空域，空軍公布驅離，這已經是連續7天記錄到國軍對共軍公布驅離。中華民國空軍廣播為台灣西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東空軍機注意。你進入我空域，你將我飛行安全，立即回轉脫離。
另外，空军第7联队台东志航基地顶悬，最近因看到一只外形好亲像是美军 MQ9 死神或者是海洋卫士无人机。在基地外海咧西传出是中科院自制研发的天云号无人机。请未照军事媒来看，目前伫台东密集测试，若研发成功，应正做国军侦察目标的生力军。已经航空军贸机顶礼拜执行飞动3任务，说被香港以26000英尺以下有危险活动，故着班机进入飞行情报区被判越头。副参谋总长李廷胜一早坐国军 C130运输机飞东沙群岛慰劳官兵，佮发挥一定会照顾好官兵。学者表示，国军除了证实运补无受影响，也充分宣示东沙岛的主权。国军不示弱，那不挑衅，而且我们能力可以运补，持续运补。军机它可以穿越更多的困难的空域跟地形，但是在一般时期，我们还是可以借由民航机的合作。驻岛陆战队也罕见出现，显示陆战99旅异地训练，派遣加强连进驻东沙，目前岛上备战。学者分析，这部队有标称反增加飞弹、红准火箭弹，都是用来对付共军两侧登陆作战。不断的阻挡，那就代表他们有可能真的要找机会拿下这个轰炸头。日前军包机安装12个飞东沙，因为受风太假外围环流影响，延到16日。国军这摆先派副参谋总长去东沙，互班机做后盾，暗过可能引起中国反弹，卡出班机阁受阻碍，爱提高警觉。解放军会一步无排除多数封锁，甚至展开夺岛行动。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的中国工作小组提出7项挺台湾的法案，内容也包括着美台往来限制讨北、定期卖军事武器予台湾，以及台湾国际参与等等。希望国会会当伫年底就来通过。伫咧今年台湾英国经贸对话会议是轮到台湾主办，也因为疫情关系改做是视讯会议。伫咧会议当中，英国迄边也有人讲到，台湾是英国正重要的贸易谈判。台湾防疫成功，国交部推出防疫成就关键3部曲，预计是经 VR 影片介绍台湾快筛各种抗疫的方法，各使用 VR 效果，要互大家亲身体验。运用 VR 的这种新的这种科技，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民众、我们的第一线的医疗人员是如何一起合作，在防疫上做出这么好的一个成果的。外交部希望借这个影片，让大家知影政府成果，也向国际社会发声，免轻视台湾力量。最近美国真侪支持台湾法案，因为国会任期要伫明年1月期满，为了加速通过重要法案，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提出报告式法案，有支持美台交往限制绑令、定期军售甲台湾国际参加这7个支持台湾的法案。外交部，我们由衷的感谢美国的国会，无论是美国的参议院、美国的众议院，都以具体的行动来支持台湾，并且展现对于台海跟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视。众议中国小组支持台湾对抗中国威胁，参议院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也联合民主党籍参议员莫克里共同提出台湾关系强化法案，为外交、军事、商业甲文化提升美台关系。台湾不止甲美国关系有进展，甲英国经贸也真好。年度台英经贸对话会议今年轮到台湾主办，不过因为疫情，英国国际贸易部贸易政策部长韩斯无法度亲身来台湾，只能透过网络视讯来进行。英国在台办事处分享韩斯讲话指出，台湾是英国重要贸易朋友，也期待未来英过来台湾访问，显示英国对台经贸重视，或者认为甲脱欧有关系。他跟欧盟已经谈不拢了。所以呢，他就必须要在欧盟以外的国家要寻求贸易的机会，所以台湾当然也是一个他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对象。韩斯原本的其他访台行程也无取消，改为线顶访问。第一场活动是台湾时间1日下晡4点主持半导体产业会议开幕式，在期见证台英签署加强英语教育合作意向书。重点是集集至第23届台英贸易对话会议，韩斯甲经济部长楚陈正奇共同主持。2016年，韩斯捌访问台湾，得到蔡总统接见，拢希望双方往来能更加多元密切。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了解政治受难者的心灵创伤，促转会对2019年开始访问受难者甲家属。这2冬以来已经接触到66位的受访者。21促转会也公布政治受难家庭的照顾服务方案，希望建立因对国家社会的信任，也创造互相理解社会。提出爸爸临界的相片，今年已经70几岁的林丽彩，讲起爸爸伫咧白色恐怖时期，伫咧高雄去互枪杀，当时的伊才14个月大，想起活伫咧政治迫害的乌影当中，伊的心内也是真激动。高雄死500-600个，你想伊迄种野蛮的态度，到现在因还阁是无要认错。为了了解政治受难者和家属因伫咧生活和心理方面的需求，促转会即阵是连结民间团体和政治受难者的团体，研究家庭照顾的支持方案，拍算伫咧每年3月份之前，整理出符合因期待、主管集成的照顾服务网，包含了身心疗愈的方面，包含了长期照顾的方面，包含了各种的福利资源的能够连结嫁接的方面，也包含了法律权益。现在提供的是3个示范点：台北、台中、高雄。我们希望明年3月之前，我们能够发展出一个可行的服务方案。促转会表示，现此时全台湾各地头已经建立1000多人的服务名单，未来会进一步合因直接整合因的需要，也会固定时间替因办集会，结合长期照顾和社会救助，确保因年老的生活由国家来负责。政治受难者蔡宽如和济关心促转条例的立委也拢支持这个方案。办过数据了，那个心理创伤是不是还在存在？确实存在。能够真正看到这些服务能够被落实，甚至被能够比较清楚的明定下来，我是非常感动，也非常希望能够持续能够推动的。所以讲要安怎让这个国家变作较属于台湾人民的国家，我相信这是大的转型正义，咱爱做的工作。那总共促转会伫咧每年3月份结束，促转会讲因会先向卫福部来协调接手业务，资金这方面有部分会建议要来用不动产来成立特别的基金，优先来出。记者阿明经济学台北报道。白色恐怖受难者张泽洲、周显龙这2个人，因到单也已经8-90岁啊。最近国家人权博物馆也甲因邀请，希望讲因过伫咧家家所抄写的歌本所写的歌，甲伊唱出来，希望用歌声来提起正人人生无常，就爱感恩惜福，勇敢活出生命光彩。今年87岁的周显龙坐伫咧椅仔顶，伫咧钢琴和巴尤林的演奏之下，唱出迄段兴奇教，刷伫咧小琉球，互人继续关所写的歌。1950年，周显龙读高中2年，迄年伊才17岁，因为参加主张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青年大动明，却互以参加叛乱组织的罪名判7年有期徒。1957年，周显龙真无简单等到刑期满，说互政府以思想要未感化为理由，却互送去小琉球强制劳动，佮加关1年160天。我是高囝，成绩阁袂歹，伊期待我做医生啦。我叫我掠去，当然逐日嘛咧想老爸老母想厝的。上界艰苦是去小琉球上界艰苦，你不听话无听话哦，随甲你拍。逐日6届去爱去海边去拍石头，小琉球上界艰苦就是迄个所在。和周显龙遭遇同款运命，伫服刑期满，却互送去小琉球延长奋斗的，阁有一位今年91岁的张泽洲。你说我多我不多。你说我肥，我真肥。1950年，张泽洲因为牵涉中共中央社会部暂台间谍肖明华的这一案，去互以参加叛乱组织的罪名判10年。1960年刑期到，煞袂当出狱，计共关11年4个月。经过久长受迫害的黑暗路，张泽洲有一寡月想要鼓励逝世。生命有限，人生无常，我们要感恩、关注、珍爱生命。那我们要掌握命运，早日自觉。
为着让迄寡遭遇国家暴力和侵害的人会当转化过去迄段身躯和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国家人权博物馆第2年邀请前辈用音乐自我疗伤，也鼓励后辈，因也望会使展现家己积极正向、有主体性的一面。其实政治受难者在迄个过程当中，其实因参与过足侪无共款的代志哈。迄个过程当中，咱会让这个历史的丰富性甲多元性会使被呈现。现场也有这前辈和因的逝岁，像蔡宽珠、蔡坤林、欧阳辉美、那文玉，也行卡到伫国家人权博物馆景美纪念园区，同齐回忆过去。因也望少年辈若遭遇困苦，会当用正向的心，勇敢活出生命的光彩。记者阿敏晶、夏桂林台北报道。对1985年成立的西电社是一个布袋戏社团，这个名是靠戏剧祖师爷西晋王爷的西电都元帅电2字合作伙。真侪大人物伫台大读册时阵，拢是西电社社员。今因也将2000多件文物捐予交通大学，希望透过学校会当继续保存落去。不管修炼为正果。在这生要食众生。台顶老艺术认真人布袋戏，大家观众看甲津津有味。台湾西天社布袋戏过去30多年来，为台湾布袋戏文化奉献未少心力。这摆更甲长久保存的布袋戏相关文物，包括珍贵红仔、服装、鸡丝头，寄予交通大学，随后进行保存甲推广。西天社就是要看会当挽救。这个布袋戏无，看会当我台湾迄阵啊战前战后有一个时机，敢若歌戏甲布袋戏这两个艺术会当传落来呗。让少年人会当参加这庙戏吼所举办的一寡文化的活动，咱甲这做大，咱甲这做好国际化，安尼少年人就会当愈来愈较这个社会这个。庙戏的这个活动哈，会当结合甲也个较活泼哈。除了保存珍贵文物，交通大学各用3D 扫描技术，甲资料整理分类，让民众通徛荧幕中公布让稀年的布袋戏。那我们希望把科技引进来，让第一个就是说像这个影像处理人机器手臂怎么走路，然后另外声音，因为他讲的都台语，而且很多的是用文读的，这个把很多的诗什么用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做语音的人进来。交通大学布袋戏社团捌在去年杀出家己制作的布袋戏电影，造成轰动。这摆阁得到台湾第一个关怀布袋戏的民间团队肯定，希望会当对布袋戏文化资产的保存尽更较侪心力。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成立到今已经33年的新港文教基金会，打拼推广社区营造。最近基金会也特别举办青金文艺术节，有真侪少年人甲时代也拢伫遐参加，若做伙表演也有手工艺品的展览。社区阿嬷唱歌跳舞，展现因努力练习的成果。这是新港文教基金会过去4年来社区营造的成果分享。唔那表演，佮展出社区时代亲手做的佚佗物仔，甲新港在地文化。看到遮侪人啊，哎呀，大家娱乐啊，心情就心情愉快啊。大家老人吼，拢感觉知识拢提悬。安怎讲啊？知识哪提悬？知识，嘿，我若创啥头脑记忆嘛较好，因为有这老师咧甲操吼，加我好咧。这摆展览是基金会为2017年到2020这4年来，配合6个乡镇、44个社区团体，甲820个时代18个艺术家团体共同的成果。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展览的目的主要是希望甲时代的过去、甲少年的想法结做伙，创造新港的新文化。阿公阿嬷会当食甲老，学甲老，互这个过程内底，互伊除了出来活动以外，会当互大家平常时的社交的活动，会当搁较自然，会嘛会当加较多元的一个部分来呈现。
基金会表示，早期社区的营造拢是一个点点啊做，这4年来，因甲社区的经济老师拢捡做伙学，佮加入少年人的创意，已经替6个乡镇千万名是大上过课。希望透过这种方式，唔但增加社区的活力，嘛替少年人甲时代创作互相了解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1度到25度，中部地区对23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22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0度到26度，还有未来3港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